最近这几冬来，树葬甲海葬这种环保自然的方式，民众是豆豆咧接受。台中市政府嘛积极咧推广，即摆伫大雅甲新港，拢已经有树葬区，清水嘛当咧规划。嘛这个海葬嘛为一年办2届，增加到4届。 民众甲亲人的骨头夫也要去海内底，这几年环保自然葬渐渐去民众接受。今年我们也顺应地方的需求，在海线地区，就是在清水区的第2公墓内，也会在今年完成规划设计，在9月底前也会启用，开放在清水区有树葬区。 市府民政局头一摆创塔位数位查询，和网络拜祖先、空气污染设备换掉，和纸钱集中指挥所。除了各项殡葬设备，市府卖伫清水区第2公墓规划设计树仔葬。海葬方面，当年举办卖位本来2场，增加到4场，希望帮助愈侪民众会当依照家己的心愿来处理后事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